讲到这罢免国民党立委布坤基的团体，在今仔早起呢，去到花莲县的选委会交第2阶段联署书，总共有32777份，超过法定的标准。目前也是呢，这第2阶段联署率的第1名。布坤基伊本人是无回应，敢若伫咧面册顶头讲尊重民意。 这是花莲乡亲应该有的好的成果。罢团之间一个团一个，加一箱一箱罢免布坤基的2阶联署书送入花莲县选委会。2个月时间，总共收集到32777份，超过法定的标准19377份，达成率169%，占据全台2阶联署率第1名。这不只是一次的罢免行动，这是一次对长期 政治垄断结构的反抗，也是花莲公民对不负责任的傅昆萁表达拒绝的行动。我们也一直都在开始做好准备，然后我们全台湾的所有国民党团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站出来。 对着罢免2阶送件，布坤基是一面册发文讲尊重民意，不过也讲相信绝大多数乡亲最后会投下无同意票，并且强调绝对袂屈服，会正面来赢阵。 不过，伊伫做花莲县长期间调管控制税争议，搁再互媒体来报道。也伫这敏感的时间点，花莲县府退税服务业者2亿元也引发联想。这么快退税是跟现在正在罢付有关吗？没有，我们主要是依照行政法院的判决来做后续相关的作业的处理，那并不是像所媒体报道的，请大家不要错误的连结。另外，伫南投县罢免国民党立委友好的团体，初日下晡要到县选委会宣布送出23238份2阶联署书。我们今天之后还是会持续收件，那就是一直到选委会去做公告，说我们第2阶段通过为止。在这许多的过程中，其实一直在进行着这个民主开倒车的情况。这些其实对于民主来讲，这是最大的伤害。友好讲罢免行动伤害民主，和南投是更加对立。因为南投另外一些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罢免团体是讲，就已经收到17500多份2阶联署书，离达到目标也无到大约1000份，会拼伫测试截至进前来送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